其實呢，我覺得香港人係有自己一套嘅語言咯。例如，你可以話：你食唔食飯啊？嗱，咁樣咪係表示咗唔要咯，係咪？但係跟住，例如你話：要唔要去公園玩啊？一陣間，咁你即係代表好咯。所以一個字可以代表咗好多唔同嘅意思。例如你反對啦、贊成啦，甚至嬲都得㗎喎。係咯。總之就係粵語博大精深。再諗下有咩例子呢？例如老師上堂嘅時候，你想表達你聽得明佢講嘢，咁你話係啦。例如你覺得啲嘢食好味，你都會話咁樣咯，都係差唔多。所以一個字真係好多意思。然而喺當你想要講你震驚嘅時候，你可以好啦，又係另一個語言哇，幾好。當你想表達你想諗多一陣嘅時候，雖然呢個唔係好肯定可以 work 啦，因為係啦，但係你可以話